苗圃八福第5課，代代平安，斷開家族咒詛，福蔭後人。第2天，出埃及記20章5節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出埃及記20章5節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親愛的主耶和華，我的心向你承認，我和我的家人得罪你。從前我們拜過，求你赦免我和我家人拜假神的罪。奉主耶穌的名，我宣告，我們要棄絕一切假神帶給我們的好處。求主耶穌的寶血潔淨我，我要專心愛你，守你的誡命，好使我的後代得蒙你的慈愛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要專心愛你，守你的誡命，成為神所喜悅的兒女，成為蒙福又蒙恩的人，祝福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禱，阿門。